點解今日會留堂咧？頭先何仔應該係 Facebook 收到嘅消息，因為唔知今日會留堂嘅，即係你有 follow 我 Facebook 係嘛 ？OK good。好啦，咁點解今日會留堂咧？咁其實咧，因為咧，我特登揀呢個時間點嘅，點解咧？每年嘅傳統嚟啊，因為咧有啲嘢想同大家講啊，分享一下啦。咁多位5、6年級考呈分試嘅小朋友，好嘛？因為咧我都知道嘅，呈分試第3次呈分試6年級嘅同學仔咧，考完今次呈3咧，跟住做咩事咧？之後就應該唔報噶啦。係咪？同埋咧，風 Sir 都會話俾你聽，6年級嘅小朋友咧，上埋3月份嘅堂咧，你就真係要同我講拜拜啦。咁我會有啲升中準備班啊嗰啲，但係嗰啲係 video 形式啦。想 Zoom live 嘅形式嘅話咧，就應該上埋3月份最尾呢幾堂嘅啫，得唔得？係嘛？有啲唔捨得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同學仔趁今日仲有機會，有啲同學仔2月考完呈3 3月就已經停咗添啦，我都知道添。咁所以啦，趁今日有呢個機會，特別我哋就嚟考試啦，風 Sir 亦都有啲好緊要嘅想同大家講，咁大家要好好記住，我相信咧會幫到你哋嘅。嗱，上年咧唔知有冇同學仔咧記得上年咧，風 Sir 都喺呢個情況下咧講過一堆感言俾大家聽，有冇人印象？上年咧，風 Sir 同大家講一樣嘢，就係讀書嘅意義喺邊啊 ？OK， 咁今年咧就唔再勸大家俾心機讀書啦。嗱，今年唔講呢樣嘢啦，今年咧，風 Sir 咧想集中討論嘅主題3隻字啊，呢3隻字咧好緊要，呢3隻字，你成日都會講啊，成日都會聽啊，邊3個字啊？叫下一次。你應該知呢3隻字講乜咯？你應該成日都聽啦，甚至你成日都講啦。幾時會講咧？小朋友3隻字，呢3隻字通常要講咩咧？就通常咧嗰次咧考得麻麻地啦，阿媽丙緊你嘅時候啦，吓鬧緊你或者你唔開心嘅時候，你就會同阿媽講啦：媽咪，我下一次會考好啲啊！有冇試過？我哋其實都係噶，同學仔考試咁多年6次，就算你成績幾好都好啦，你點都失過手噶，風 Sir 都失過手噶，一定會，我哋唔會冇失敗過。OK， 而我哋咧最常講嘅說話係咩咧？下一次咯。OK， 今次考得唔好啊，下一次會唔會考好啲噶啦？係咪？跟住套用到去到咩情況啊？呈1我考得唔好啊，我呈2會考好啲，我下次會考好啲噶啦，應該好熟悉呢啲說話吧？我呈2考得唔好啊，唔緊要，我仲有呈3啊，我下一次會考好啲噶啦。有冇講過呢啲說話？咁所以咧，同學仔啊 P6 嗰啲同學仔，你發現咧，你呈3今次如果咧都唔俾心機咧，麻麻地嘅話，你仲有冇呈4啊？原來已經冇啦。OK， 你試幻想翻啦，你第一次呈分試之前，距離而家你覺得時間覺得快定慢啊？其實好快，唰一聲就過啦。OK， 嘣一聲幾個月啊，7、8個月，唰一聲就過晒。所以咧，今日咧，風 Sir 咧好想同你哋去講一樣嘢，就係話咧，抹咗下一次呢3隻字，唔好成日都諗啊，我下一次仲有大把機會嘅，我下一次先嚟啊，幫風 Sir 抌咗呢樣嘢垃圾桶佢啊！點解會咁講咧？其實源於風 Sir 一段經歷啊。風 Sir 分享一樣嘢俾大家聽啦。OK， 嗱喺上年咧年中時間咧，其實風 Sir 發生咗一樣都令我幾唔開心嘅事嘅。講俾大家聽發生咩事啦。咁咧風 Sir 咧喺中學嘅時候咧，咁我有一班咧好好嘅朋友嘅，一班死黨啊。OK， 真係好好兄弟啊。OK 吓，咁就無論咩時候咧，我哋都會出嚟聯絡噶啦。升咗大學之後啊，會大家出嚟食飯啊。出嚟畢咗業工作之後咧，定期都會出嚟聚下嘅。出嚟打邊爐啊，傾下偈啊，傾心事，會有嘅，會有呢啲嘢嘅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咧，就真係一直都冇同呢班好朋友做過，就做咩事咧？我哋一齊去旅行玩啦，一齊出國去旅行啦。冇啊？點解咧？點解冇咧？就係成日我哋都好中意講呢3個字啊，下一次。喂，畢業喎，出去玩下，話下一次先啦。大學有嘢搞啊。好啦，畢咗業出嚟翻工之後咧，話喂點啊？喂，幾時去旅行？我話下一次先啦。呢排有嘢搞，大把機會啦咁樣。咁跟住咧，我本身諗住一直都有大把機會啦咁樣。點知發生咗咩事咧？我有一位朋友咧，我其中一位朋友仔咧，喺上年年中咧，因為一次嘅意外咧，佢離開咗呢個世界，佢離開咗我啦。OK， 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原來咧，同學仔啊，我一直講下一次、下一次、下一次咧，跟住去到而家，我仲有冇下一次？我冇啦，我最後一次，我冇下一次啦。發現原來不知不覺間咧，我哋將啲嘢拖下都有下一次，原來冇下一次啦。OK， 我再冇機會同佢一齊去旅行玩啦。呢個係我嘅遺憾嚟㗎。OK， 真事嚟㗎。所以咧，我第一句想俾你哋嘅說話係講乜嘢咧？就係話唔好將希望寄託落下一次身上。OK， 你可能同風 Sir 講，風 Sir 我呈1考得唔好，我係呈2啊嘛，呈2考得唔好，我呈3啊嘛。跟住發現啦，原來已經呈3咯，冇下一次咯。P5 嘅小朋友可能今次佢唔係呈分試嚟㗎，今次你係呈分試之前最下一次啫嘛。咁你可能會諗乜嘢啊？
封 Sir 我今次考得唔好，我下一次考好啲咯，下一次先呈一咯，係咪咁先？但係你會發現咧，你將啲嘢拖下拖到下一次嘅時候咧，去到發現最尾咧，原來冇下一次啊，原來冇機會噶啦。OK， 所以呢個咧，封 Sir 好想你哋去知唔知道啊？得唔得？呢個係封 Sir 送俾你第一句說話，唔好將希望寄託落下一次上面。咁應該點做咧，同學仔？咁封 Sir 就想送第二句說話俾你啦。好啦，咁我哋應該點啊？好簡單，你幻想一個情景，你有冇去過迪士尼樂園啊？同學仔幻想一個情景，你聽日入去迪士尼，你去完聽日之後，你呢世人以後都唔准再行入迪士尼半步。你幻想下呢個情景，聽日係你最後一次行去。你去完迪士尼之後，你聽日去完之後，你成世唔准再行去啦，以後都唔准再入迪士尼。咁我想問下啦，你喺聽日嗰次旅程嗰度咧，你會點玩咧？我諗你應該會係咁咯。個園區8點鐘開門，你7點半應該喺門口等噶啦。入到去嘅時候應該點啊？每一個遊戲玩暈晒，係咪啊？話我要玩暈晒啦，因為冇機會啦。跟住點啊？每一個攤位我要玩暈晒，每一個紀念品我要買晒翻屋企，我要抱一堆翻屋企，我要咩都玩暈晒，去暈晒一次，應該係咁樣噶嘛，係嘛？嗱，咁所以我哋發現一樣嘢，同學仔，原來咧，當我哋咧知道嗰樣嘢係最後一次機會嘅時候咧，原來我哋就會好努力噶啦。所以咧，封 Sir 咧想贈你第二句說話係咩咧？第一句，不要把機會寄託在下一次。第二啦，你要將每一次機會當成係最後一次。咁你就會好努力去把握噶啦。同學仔，呢個你可能會問，封 Sir 冇咁誇張啊？迪士尼嗰啲想入就入啦。其實有樣嘢好簡單啫嘛。嗱，6年級嘅小朋友，你可唔可以翻返去5年級啊？5年級嘅小朋友，你4年級有嘢學唔好，可唔可以跳翻去4年級啊？唔得噶嘛，時間過咗你就唔翻噶啦。所以真係得一次嘅啫噃。有樣嘢好公平啊，時間咧，無論係大人細路，無論你係世界首富，無論你係最窮嘅人都好啊，有樣嘢好公平啊，大家都係一日24個鐘嘅啫。問題係你點用咯？你去攞去做啲有意義嗰啲嘅嘢啊，定還是哇手機打橫嘅，跟住點啊？抖音、小紅書嘅短視頻嘅，我知好多人會中意啲嘢嘛。咁你到底點樣攞去用先？呢個我想你哋好好思考下。特別嚟緊咧，即將會畢業離開我嘅小朋友，上到中學，我希望你哋把握每一分每一秒點樣用。呈分試要打呢一年嘅呈1、呈2、呈3，更加你要知唔知道？去到6年級嘅時候，嗱，你可能你會咁樣諗噶，你就算去到咁極端嘅情況，你可唔可以同封 Sir 講？封 Sir，我呈3考得唔好都唔緊要噶，我上到中學仲有6年啊嘛。你有呢種心態嘅時候，你知會點啊？哦，下一次去到中1，跟住你會同自己講咩啊？封 Sir，我中1好多活動喎，我下一次我等到中2先啦。跟住去到中2嘅時候，你會同自己講咩啊？封 Sir，咁等到高中先啦，等下就咩都冇噶啦。咁所以啦，而家我哋應該要做咩事啊？將每一次當成係最後一個機會 ，OK， 好好去把握。有啲咩學唔好，你由今日開始同我搞掂佢。今日開始做好佢。有咩詞語未記熟嘅？喂，你仲有2日就考試，有冇同學仔呢兩考試啊？有冇同學仔下個星期考試啊？喂，咁而家封 Sir 時間無多啊，都冇得救噶啦，不如下次先。唔好，你由今日開始搞溫掂佢，得唔得？你今日溫到一個詞語1分就1分噶啦，知唔知道 ？OK，84分同85分係地獄同天堂啊，60分同59分係天堂同地獄啊。得唔得？咁所以把握而家每一分每一秒，知唔知道？記好每一啲嘢。上堂嘅時候唔好再要我勸你啦，集中精神把握你每一分每一秒，得唔得？嚟緊會升中嘅同學仔，完埋呈3，你可唔可以同封 Sir 講？封 Sir，我考完呈3啦，有啲乜嘢去到中1先講啦。我有半年時間 hea 先嗱，千祈唔好，因為你去到中1個試，只要不斷向後拖嘅啫，知唔知道？所以啦，封 Sir 好想提你哋嘅，把握你哋而家每一分每一秒。OK， 由今日開始做起。每日令自己進步少少，唔使好多啊，少少就夠噶啦。你不斷咁累積，1個月、2個月、3個月、半年、1年，你會勁好多。有冇同學仔咧係有睇開封 Sir 醫事學嘅？有嘛？有啊，係嘛？呢個頻道成立咗3年啦。嗱，而家個封 Sir 個樣咧正正經經啊，正正常常啦，係咪？你都可以叫做哥哥，唔會叫我叔叔啦，係咪？係咪 ？OK。3年前咧，我係點嘅？我後生啲喎，但係我拍出嚟個樣係點啊？嗱，俾你睇。OK， 3年前個樣咧，個頭啊斬咗嘅，嗰件衫啊歪嘅，個背景咧就叉下嘅，跟住塊面口啊黑口黑面，見到想煎佢一包嗰啲嘅係嘛？我用咗3年時間，我一次一次累積啦，去到今日咁樣。呢個班咧喺2年之前咧，我仲好記得，有2年之前咧得幾個同學仔喺度嘅啫，阿女班長啦。OK， 阿里 B 啦，我記得有幾個同學仔，有3、4個同學仔喺度嘅啫。嗱，去到今日我哋一班過百人啦。原來我哋每日累積多少少，每日進步少少，我哋1、2年可以咁犀利。
所以小朋友記住都係一樣，每日幫自己做多少少嘢，每日幫自己進步少少，唔好等聽日，今日開始做起。未考程1嘅小朋友又係一樣，唔好等到程1之前先發力，你今次試考好佢。程3嘅小朋友唔好話風 Sir 得2日即係冇時間，唔好你而家同我搞掂佢，而家就要俾心機，跟住完咗之後都要好好準備中學嘅嘢，知唔知道？謹記啦吓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嗱，冇問題嘅話咧，咁我哋繼續去下一個部分咯，得唔得？